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 U15亚洲杯女子垒球赛，伫个南投埔里来举行，包括印度、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、香港、甲台湾的地主队有6支的队伍来并战，前2名会当代表亚洲到意大利参加世界杯。南投县政府请民众去帮台湾队的小将乌燕赞声。南投县长柯淑华和等等贵宾主持开球仪式。U19亚洲杯女垒赛正式起鼓，今年中华台北等等6队参赛，中华队唔若要拼连霸，嘛要争取世界杯参赛资格。我嘛希望讲，咱中华队呢，甲冠军留伫咱台湾。日本队却认为是上强的对手，全体队员面对表现拢真认真。县长和地方人士嘛来替中华队加油，马上加菜金来鼓励选手。我希望在过程中，我们每个人可以做到每个人的本分，然后让自己在比赛的过程中有好的学习。中华队18位选手有9位来自埔里国中，这边的比赛又搁伫咧埔里镇举办，欢迎地方乡亲来跟斗加油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